作為僱主，你可以如何透過積金易平台管理強積金計劃？積金易平台令僱主能夠一站式管理所有強積金計劃，包括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更新現有計劃嘅資料及終止參加強積金計劃。如何代表你嘅公司登記參加已轉移至積金易平台嘅強積金計劃？一般而言，擁有登記計劃權限嘅用戶就可以為你嘅公司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首先，登入積金易後，喺主頁選單點擊管理計劃，然後點選登記計劃，點擊開始登記前，請仔細閱讀指示，並提前準備好頁面上所顯示嘅文件，選擇強積金計劃，然後按步驟輸入所需要嘅資料，包括公司資料、計劃獲授權人及聯絡人、主事人資料、工資組別及共同匯報標準自我證明。請跟隨頁面指示，上載所需文件。完成後，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點擊確認。細閱條款及細則，點擊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你嘅登記計劃申請。之後，你可以喺我的記錄中查閱登記狀態。如何為你嘅公司更新現有計劃嘅資料？一般而言，擁有已登記計劃管理權限嘅用戶就可以查閱及為你嘅公司更新現有計劃嘅資料。登入積金易後，喺主頁選單嘅管理計劃下，點選管理已參加計劃，並選擇相應強積金計劃。根據你嘅需要，你可以喺各分頁下查閱及更新一般資料、計劃獲授權人、聯絡人、主事人、工資組別及供款、預設付款方法同埋成員組別嘅資料。你只需要簡單點選相應分頁，並點擊編輯，就可以更新各分頁下可編輯嘅部分。喺編輯或者新增計劃獲授權人時，請保持謹慎，因為用戶權限會被自動授予，用戶或會被允許存取敏感資料，包括僱員嘅薪金及個人資料等等。完成後，點擊儲存。如果你公司有其他強積金計劃，你可以點擊確定將更新嘅資料套用到其他計劃，或者點擊跳過。視乎你所更改嘅資料，根據頁面上嘅指示，上載所需文件，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點擊提交。細閱條款及細則，點擊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你嘅資料更新要求。如何終止參加強積金計劃？一般而言，擁有終止計劃權限嘅用戶就可以為你嘅公司終止已登記嘅強積金計劃。點擊管理計劃，然後點選管理已參加的計劃。選擇好相關計劃後，點擊終止計劃，選擇終止計劃生效日，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點擊提交。細閱條款及細則，點擊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你嘅終止計劃申請。提你，只有當該計劃下嘅僱員強積金賬戶已經全部終止及繳清所有供款，你嘅終止計劃申請先會開始處理。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empf.org.hk， 了解更多。